助聽器係一個幫助聽障人士將外間接收聲音放大嘅輔助儀器。最近一項本地新發明微型耳道式助聽器 Saver， 結合 AI 人工智能識別同埋記憶人聲，幫助深度聽障又或者係完全失聰嘅患者重新聆聽世界嘅聲音。呢一個發明咧，仲拎咗2024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嘅智慧生活大獎。我哋今晚就請嚟佢哋嘅資深聽力工程師張日耀 Danny 同我哋講解多啲。歡迎你啊 Danny！ 歡迎你 Danny。嗱，首先呢，就知道你哋研發嘅助聽器咧，頭先提到贏咗2024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嘅智慧生活大獎啦。咁到底咧，你哋係根據聽障人士乜嘢痛點而研發到出嚟嘅咧？係啊，一直以來咧，其實有助聽器到而家咧已經40幾年啦。但係大家唔知唔知道咧，其實助聽器咧係嗰個使用率咧係好低嘅，係低過10%嘅。咁即係話咧，100個聾人之中咧，其實少過10個聾人係用緊助聽器嘅。咁但係歸根到底咧，大家知道咧，其實都係存在緊有幾個問題咧，係一直都係未能解決嘅。咁例如咧，大家可能經常都會聽到咧，就話我哋戴咗助聽器之後咧，發覺咧越戴越嘈嘅，即係一路係轟緊嘅耳仔好唔舒服嘅，就唔戴好過戴嘅嚇。咁特別係有一啲如果係好似係世衞嚟講，我哋將聾人咧係區分喺5個區別嘅嚇，由輕度啦嚇、中度啦、嚴重啦、極嚴重啦，甚至乎係全聾嘅。咁喺最尾嗰2個級別咧嚇，即係極嚴重至到係全聾嘅咧，就更加助聽器咧係好難係可以係幫得到佢哋嘅。咁呢一個咧就其中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啦，因為淨係呢2個區別嘅人咧，全球咧已經接近係2億人㗎啦。咁同埋跟住仲有一個問題咧，就話大家都唔想係俾助聽器嗰個標籤咗自己係個聾人啦，因為大家知道戴助聽器都係好似係戴係掛住喺隻耳仔度嘅。咁喺條街度行或者係大家一望咧就知道你戴緊助聽器，即係你都係一個聾人或者一個聽障者啦嚇。佢驚標籤咗呢個問題啊，咁所以係一直以來咧都係喺度面對緊呢幾個問題去解決嘅。哦，咁同助聽器唔同，你哋嘅發明係點樣幫到即係聽力障礙人士嘅咧？我哋花咗20年嘅時間係徹底去係解決晒呢一紮嘅問題嚇。首先咧就話好嘈呢個問題咧嚇，大家咧就一路都知道係我講緊個噪音嚇。咁人聲同噪音咧，我哋喺12年前咧，其實我已經突破咗一個全世界嘅一個技術嚇。我哋係第一間係全世界係可以應用到一個叫做波速成技術。咁呢個咧就可以徹底咧係將個人聲同埋我哋所講叫雜音、噪音咧係分辨咗出嚟嚇，就將個人聲係即時間咧去提升，然後同時間咧係都將我哋叫話個雜音干擾嘅聲咧係將佢撳低嘅。咁而家呢個技術咧已經係進化到第4代㗎啦，我已經係從而咧係將個人聲係完全係好突顯出嚟嚇，咁令至到個聽障者咧佢係完全係唔覺得話係嘈嚇，或者個背景啊方面好靜，你同佢對話嘅時候咧，佢係純粹聽到你互相講嘢嗰個聲浪咧係特別係啱適合佢嘅聲浪嘅。所以即係技術上有個突破啦，咁令到可能聽障嘅人士咧都更加接受呢啲嘅輔助儀器。咁其實你哋喺研發嘅過程當中有冇遇到啲乜嘢困難咧？困難好大啦，就係話比頭先我提及過後尾嗰2種係最嚴重嘅區別嘅聽障者，但係極聾或者係全聾嘅人士。因為如果俾呢一個級別嘅人咧，我哋係需要係好大嘅聲音係俾佢個聲浪。咁但係咧好多時咧，我哋係亦都造成咗咧係會有個回音嚇。咁當我一回音嘅時候咧，你自然一定要將個聲浪又要撳翻低佢嚇，撳翻低咧佢變咗佢又唔夠聲啦嚇。咁變咗咧，我哋係喺個回音嗰個部分咧，我哋亦都係輾轉係用咗好多嚇。我哋呢度係其實突破咗我哋自己一個嘅 AI 嘅技術嚇。咁我哋可以係示範少少啦嚇。譬如話，我哋通常一有回音嘅時候咧，大家聽到呢一個回音。好啦，咁如果我哋經咗個技術落去咧。一經咗個技術之後咧，係全部靜晒。咁因為呢一個回音嘅技術咧係我哋獨有嘅。咁而
因為冇咗個回音咧，我哋可以係將個聲浪係可以泵到幾大得。咁所以咧就亦都可以越做越細。大家見到咧而家呢個樣咧係完全唔似個助聽器，我哋擺咗個耳仔度咧。聽歌咁樣樣。係啊，只不過好似個有型好多藍牙耳機或者仲細過藍牙耳機可以話。真係好好啊！冇錯，咁啊有咗呢一個嘅發明之後啦，相信可以幫助到更加咧有多聽力障礙嘅人士啦，亦都希望你哋可以繼續普及落去啦。由2024年中推出到而家，希望可以更加普及啦，幫助到更多聽障人士重拾清晰嘅聲音。